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晚咧就係我哋嘅客家直播。喺講起客家人咧，今晚就落嚟啦。因為今晚咧好睇面子，大家好睇面子，因為好難搶到一個客家歌星莊秀蓮咧來到就 Facebook 直播嘅。咁之前係做直播之前，好多人全部都喺度唱阿婆媽含吹，阿婆媽含吹，阿婆媽含吹。講真啦，因為呢條歌咧唔咩係原創啊嘛，係嘛？因為咩係寫。咁樣係唱出來咧，感覺咧可能就冇原創更好聽啊，就冇嘅一定要展現晒落杯啦。所以今晚咧難得唱到歌星莊秀蓮來咧，我就希望大家咧做啲大力支持啊，就寫出嘢，令俾大家看到，係冇？因為我都知道好多人好想看到莊秀蓮嗰啲啦，好叫嗰啲啦。然後今晚咧就係機會嗰啲，因為係要樣東西，今晚係幾多號哦？3月32號啊！真正我哋嘅行動幹即係啲14日嗰啲，14日嗰啲咯。所以今日我哋愛慶祝一節啦，就因為好開心嘛，係冇？開心。人哋咁講苦中作樂，明白冇？就算我哋見下生活係好辛苦 ，OK， 但係我哋依然咧愛笑定去面對嘅。就算見下前方好惡劣咧，我哋都唔可以放棄，明白冇 ？OK， 啊。喺講起客家朋友咧，今晚咧就歡迎人哋。咁樣今晚咧，我就唔打算再講一就建議我哋嘅馬來西亞要結多個一條中片嘅人啊，一條片呢啊，依度結多啲。因為相信全部人看 Facebook 啊，看乜嘢都看到啲嘅。不過行喺 IG 啊，希望大家即係盡量都係留彩戶卡落去啦，因為留彩戶卡才真比較安全啊。有啲冇件事就會做。然後咧，冇變前線嘅人員，或者一條醫生啊、護士啊，還有一條見馬達就增加好多條負擔同壓力啦。OK， 韓國中央係乜嘅東西 ？OK， 睇下知道喎。因為從先嘅以後好似啊，我聽講一隻行動幹者咧，嘅一個時間出嘢時間咧，係越來越短佢哋嘅，即係講8點到啊，咪8點而家再出去買東西啊，打包東西啊。買一個票就5點出去嘅，千兩5點出去嘅，尤其是12點，半夜12點到6點，所以大家我知道咯。可能好多客家朋友來啲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時髦嘅客家人都來啲啊 ，OK。咁叫咩啊？大家期待冇啊？要看過一個莊秀蓮嘅展熱鬧，大家要看過冇啊？香港冇看過啊？叫咩嘢咧？就係機會佢哋。要講真啊！雙拜捱 T 拜傾到期啊！真是咧，喺踩一個卡江嘅位，捱冇諗到有傾到期嘅。捱喺講，喺之前有啲要看過捱啦直播喺網捱，一時意思就睇佢撐。嗰陣時睇佢撐嘅，佢啲朋友就睇佢啦。哦，原來喺秀蓮歌，然後就切條菜現場嗰位咧做直播啊！然後之前直播之時咧，全部人咧都講哇，好呀！好，終於看到我嘅偶像啊 ，OK， 你好客家仔 ，OK， 啱幫客家人都來啲喎。今晚有冇沙巴沙拉哇客家人啊？見你看到好多，今晚我都希望要看到啊。咩客家人做得落來，不是客家人也可以進來，歡迎啊！因為始終今天晚上呢，因為我講是客家直播，所以就會比較少講華語 ，OK 啊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，也可以準備啊。秀蓮哥愛打切啊，你愛打切，你唔得打橫，你愛打切啊，你愛打切，你唔得打橫啊，唔係牙嘅一個 screen 就唔得啲。其實阿秀蓮哥喺砌牙隔離嗰啲嘅，要沙巴來啊 ，OK， 打切啊，你準備好張，5數夾，見到我哋一條線，見得見爽嚟來，然後準備點啊？因為今晚咧有好多嘅 fans 喺現場，真係好多 fans 啊！要同有一朋友講起佢哋 comment 啊 ，OK， 差唔多慢一嘅客家直播 ，OK， 5數鏡冇相關，要 KK 人都要，有啲要睇啲幫係 share 出去嘛啊，嗰啲幫係 share 出去啊，咩個危近唔知危後難嗰種唱到嗰時來點啊？喺個咩很多人看啊，後冇咩咧啊？點啊？冇咩啊？我哋客家人啊，冇邊個看衰點啊 ？OK， 大家準備好冇啊？準備好就準備好，我哋就唱客家歌星莊秀蓮嚟啦！噔 ，Hello， 秀蓮哥，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
啱個姐收斂過啦啊！大家看到收斂過啊，嗰啲如果買嘅問題，按問題啊都做得收斂過，見到你猜嚟會，見到猜嚟會。而且做卡啦，stay at home 啊。哦，stay at home 去近東嘢，其實有冇哦？我聽到你有條功夫歌哦，創出嘢嘅一閃前嘅係嘛啊？衝下閃前咧，咪功夫歌嚟。而咩要條功夫歌睇下 YouTube 啊會咩？啱出嘅啊！哦，如果我教錯時間電啊，時間老師我都係地溝兒啊喂啊！有冇嚇矮啊？喺度。咩係看到一個視頻，個新聞在講咧，啊，戇鳩鳩又一日，戇鳩鳩又一日，誒喺連咁耐啦，好像有首呢條歌，啊，哦，原來9月9日9，又是9月9，戇鳩鳩又一日，好鬼悶啊喺屋企。做乜解而愛唱一隻功夫歌嘅，唔咩唱客家？有條歌再編客家版本啊嘛，咩？問題係有個音係戇鳩鳩有一日啊，就改唔到客家，唔信啊！啊，唔信 ，OK， 唔信啊！咁樣而且兩乜字咯，已經填詞咁厲害冇？我全部人都講而阿婆買鹹菜，阿婆買鹹菜，全部來呢啲 OK。見到我哋要揾1800個人才會看咁樣，你可以同全部日嘅 fans 打字招呼嘛？睇個晚上後，睇下18萬，18米食得冇，18米未見米冇。而冇同你講而家14年識咗好多人要咩咯？係14嘅地方係識2倍啊，識咗2倍。100米食得啊，100咖喱米啊 ，OK。咁樣咁識人多，咁咁識人多啊？咁樣14年而踩卡做乜雞？所有卡做自家東西，所有做嘅。咩啊？要冇做運動啊、執屋啊，你要冇拍埋啲東西啊，同我哋分享下啫嘛。因為我相信好多人咧，其實都係抽卡嘅後日嗰啲後成嗰啲嘢啦啊。係抽卡好容易做嘅。啊。都嚟試下歌詞啊，讀下橋啊。就錄音室裏邊剪接啊。抽卡住嗰隻咁就隨時啊，抽卡住去拍咯，冇拍法咯。係喎。拍個簡單嘅東西咯。啊。咁都一時間容易過嘛啊？時間係容易過嘅，係食早餐10點都好食嘛，食到嚟11點啊，可能包子都12點啊。啊。12點嘅錄音室睇下可能佢潛資料1點半要出嚟食午餐。食午餐啊就讀票啦。啊。其實我好多朋友，我今年要新加坡朋友啦，沙巴、沙拉哇全部都要啦。OK， 而且呢好多 fans 嘅，咁樣有啲人就想問你啊，見人幾多歲啲啊？見人幾多歲啊？啊，看起來像47歲，近視年紀74歲。咩講字呢？你冇聽下啲開玩笑，74歲要夠錯嘛？喎，真的啊？同年75咯。哇！你真係看唔出喎。你1946年屬狗嘅人算一看。哇！你講真，你係太過阿爸你嘛？阿爸70歲啫，你出去裝阿爸。係都後邊咯，後邊，阿爸就到行差啦。咩？只係一年那邊保養嘅，即係保養到近後，同我哋分享下。保養啊！啊，那邊保養到近後嘅啊。保養係冇壓力啊，冇壓力啊，開心啊，知足常樂啊，一樣咯。係咁樣，有識乜嘅補品冇？係咩見鹽水啊？啲乜嘅啊？有冇？係用10歲先可以有噶啦，冇乜補品好食啦。係啲外國嘅係咩？因為你其實見啦，係要到處去電台啊，去唱歌表演啊，所以而家係要冇？落嚟都冇，3陣嘅點樣得話啦？而冇咁睇緊冇咁悲觀啊！悲觀客家話呢邊講啊？悲觀冇咁
冇咁悲觀啊！客家嗰邊講。冇人背幹咯，冇人背幹咯。有人咁講咩？好似冇人咁講喎。冇。天時係咁講啊。啊 ，OK， 咩歌嗰啲大家就有機會製作工啊，製表演啊嘛，所以 OK 歌啲就得嗰啲嘅，係冇啊？你可能我哋60年都恢復咗我哋嘅事業啊，有幾多年都上次娛樂界好辛苦。咁樣要戰氣喎，因為喺講竟然要聽人家講嗰啲愛個祭節月啊，要愛邊嗰啲一齊拜當啊咁樣，其實就行過太綠噶啦，呢件事應該行過難少當噶啦。現在都開始放洋葱噶啦，見到。而見得橋一個地方啊，會有嚴重啊，要覺得好似好遺憾、好驚嘛。富區咧咁幫咧放洋葱咯，家將都家將嘛。家將人啊。家將呢個地方也係洋葱啊。記得家將我去12月我去Cheras都好難啦，個過橋 block。哦。講到。新年講要歐洲 Australia 朋友啊，我幾誇張啊！見到我哋有3300嗰啲，而望見埋我哋做啲突破我哋嘅元素啊，依到5、6千啊、7、8千啊、10千。再看大家客家人哦，做唔做得幫我哋寫出去哦，寫包佢，因為用我幾百萬槍嗰時來我嘅切播嘅，你知嘛？那邊都係寫包佢。咁樣好。毛重量啊，幾百萬啊，嗰度冇。我同你講，見到好多人喺現場嗰啲，至少哦，你愛唱多少歌來，俾大家看得住滿足得住大家，你嘛？先唱一條。讓排你最紅一條歌對嘛？揸公交，忘記歌詞哦。我有歌詞啊，我從前唔係搞笑，愛買揸公交。係愛貓呢條錢嘅最少。3000萬上廁所屙毒尿，1年。你話咗？你唔好咁樣，我從人面前唱一條歌啊，我真係啊唔好意思嘅你啊，我哋唱尊重嘅原唱嚟唱啊 ，OK 啊？你唔記得歌詞啊？喂，唔記得。記得我原本係寫演仔歌啲嘅。演仔歌啊，咁樣唱演仔歌咯，冇想講唱演仔歌啊，演仔歌嚇，準備我哋可以到4千嗰啲啊，你唱我哋就4千啊，可以到4千嗰啲啊，最少4萬嘛。太老，你估我好紅咩？我都唔叫你紅啊，平時做直播都冇咁多人看，叫乜嘢咁多人啊？好，咩當起麥雞攞乜雞啊？煙潮一陣嘅 fans 咯啊 ，OK 啊？冇乜嘢。準備演仔歌，我係同演仔歌，我同兒合唱冇？唔數啦嚇，兒唱啊 ，OK。現在抄住咪出來，嗰度嘛。OK，哇，要咪聽。OK，來準備1、2、3。人人講藝也愛鏡，歡笑亦自然，快樂過善善萬千，為是爆飯。冇演這個最唔演，飲茶飲餅就當表演。市面上很多人啊，睇市場在廣告店啊，清水的最前的高麗泡麵，馬菠蘿冰身又有聽，落門35，高邊的 Peter Lucky 煙啊，冇有斷從當日出錢，老闆承擔咗有眼見冇錢，最寒光見烽煙。啊！太傻，4,600嗰啲啊喂，4,600嗰啲。一路講係好熟啊！跟住，而講 YouTube 咧講係出去翻嚟都忘記佢啊！有冇教錯詞假歌嘅？我即啊！咩話 YouTube 講係出去翻啊嘛，頂上冇倉啊嘛。哦，我同你講，見到我哋差唔多可以到5000元嗰啲。我哋愛同所有嗰啲朋友講。5000元啊！5000塊啊！咩啦？5000元啊！5000元。5000元。5000元看嗰啲咁樣，唔該晒全部客家人，要看要 share， 真係唔該晒啊！而家人家唱歌真係好有魅力嘅，咁樣我靚可能大家都想知道哦，做乜解你要寫一條演仔歌出來？你要受演嘅嘛？係雞演7年啊！雞7年啊！做乜解雞演？以前係受演嘅啊，因為寫歌完啊，以前用演出嚟，你教靈感啊，一路受演一路有靈感啊，
因為街開其實一樣嘅也有年金啊哈。即係攞嚟講嘅受影年金，攞嚟講嘅。不過受影之前要對你造成一個健康問題啊嘛。對，因為雙眼皮嘛，接色肌嘛，接色肌啊，最容易啊染上啊 coronavirus 啊，你唔敢出街。睇下要聽到冇？其實健康嚟講啦，迄個高年紀嘅人真係高風險，但係我哋都要看到細路個都係，因為可能一個乜嘢啊，一個變種人，因為我哋免疫能力啊比較冇咁強啊，所以咧就睇下留喺屋企最安全啦。學下字我哋一收斂過，咁樣係講要受驗嘅朋友。戒煙，我一個 Alex 間有朋友都講戒煙後戒煙都很好多類啊嘛。哎呀，我一表哥啊，佢60年唔收煙啊，買2眼排骨，出煙仔女嚟買啊，有厲害嘛？有嘛喎，建議稍後都爆起嘛。60年冇收煙喎，60每嘢煙仔女攞嚟籌款咩？阿哥，買2眼排骨。唔好同埋舊時候60年，佢10歲開始受煙啊？表哥都80歲啦嘛。哦，80歲，哇！你好聰明啊，真係，真係好叫你啊。OK， 80歲啊，所以講一啲愛存下之類戒咗煙咯，戒煙咩好咯？我屋卡都買到咯，係咪好？5,500元啊，5,500元嗰啲啊。你再創一支 Corona Go 嘛？你要創條歌咩 ？Corona 乜嘢啊 ？Corona Go 啊？你乜嘢東西嚟？我都唔知喎。OK， 冇啦，我想講冇理解啲。咁樣因為我上班我做一隻同你貼牌見面那件事啊，我都冇問到任何問題，所以咧我都想問下請你啊，你喺那邊出道人幾多歲開始創下架歌出唱片呢？我喺24歲咧組織樂隊啊，選佢好彩冇錯。佢矛盾當照出依嗰啲，矛盾當照出依嗰啲 ，OK OK， 嚟再講啊！24歲開始可以組織樂隊紅星樂隊，紅星樂隊後來咧就變邱清雲介紹我呢份做製作人。哦，邱清雲請問過係佢介紹你嘅，提拔你嘅。係啦，因為當時因為寫一首歌嘛，叫阿婆買唔衰，就靠賣錢咯。你看斷線嗰啲斷線了，不用緊。好，6000人了，6000人嗰啲咁樣，我哋再接進收斂過講到一半，見到好刺激嘅事嘅你可以講大家愛 share 就行嘅即係繼續 share 出去OK， 唔知佢有聲嘛？OK， 最近就係咁樣啦，講冇聲就可能做啲 OK。冇相干，我會拿點咋咧？係 speaker 來的，我拿的是 speaker，OK。因為呢擔心那個聲音呢不夠大聲，所以呢我就拿 speaker，OK。邱清雲大哥，講下要注意講華語嗰啲，冇相干。咁樣發生一啲事情我都嚇到你 ，OK。希望接到電話。哇，睇到電話來啊，驚佢啊！即係冇啲啊，真係要飲水嘛，飲乜就水生。OK， 接到啲OK， 嚟。飲乜飲水？飲水得，佢飲乜雞水哦？飲乜雞水哦？我花雕。花雕酒啊？壽星酒。壽星酒OK， 飲壽星酒。有看到我樣有看到我樣有啊？看到阿爸你有看嘛？有看過鍾秀蓮嘅展現嘛？有看到再嚟看有看過佢阿爸都係 fans 嘅，阿爸都係 fans 嘅。真，如果講話睇上手喎，你 hi， 同我係你阿爸老太你好。秀蓮哥做乜近些上嗰啲嘢會講啊？有啊，嗱，有人睇上啊。係
寫上去好多哦，寫上去好多。嗱，有人睇想講啊。OK， 冇想講係方程啊，就咪會多啲啦。啊，咁所以 OK， 你咁樣一個超千元啊，而喺你做製作人過後，你就幾時爭出唱片喎，出個人嘅唱片喎。嚟個人唱片咗超千元佢冇唱過嗰陣時，佢同一片，佢冇喺唱過，咪出嚟唱咯。啊，係啊，當時係。而家啲銷售有問題啊！哦 feedback 咯。啊哈，聽到聲要聽到嘛？要聲。聽到。啊哈，OK，見下，我哋一聲，見咗未？對啊。OK。啊，近咗聲我睇啲，6000元嗰啲，唔該晒6000元，6000啊，叫咩啊？啲有1000啊！哎呀，邊個看正我啲客家人咧結團結啊？看真係支持個性裝修年紀唔同啊！所以當時係建設出頭創嘅時候，客家我喊到魯巴。嚇？咩魯巴？OK， 等等啊！睇下見要聽到就阿婆咪含出。其實有啲店你得阿婆咪含出，要幾多衰點嘛？按照阿婆要幾多衰點嘅點嘛？阿婆咪含出幾時推出嘅？收廉哥同阿啲講一陣。1978年啊，好多人盲出世啊！1978年啊，睇下點啊？聽到冇？1978年係1977年出世，用係出世啲。不過我很有聽，因為真唔到1歲啊。1978年就推出條歌，哇，都好多年咯。好，咁樣呢件事做乜解要寫到人條歌咧？係即要請完，佢都講個功夫歌教俾藝嘅寫點識寫嘛。許冠傑噶嘛呢條歌，教俾藝。啊，有冇藝學寫嘛？藝講話先窿啦，3月2日都寫教俾佢。結果現在一炮而紅啊！係喎，我得東南亞人啊，都就會聽一首歌啊。係喎，咁客家歌要顏嗰個東西咧。係喎，咩客家山歌咩？啊，係講係客家流行歌。客家流行歌，咁樣一陣時要依到一個總結嘛。如果係厲害啊總結，好厲害總結。係啊，一條歌。因為當時嗰啲公司呢份公司本行就香港啊。啊。本行中行嘅馬來西亞。啊。本行嘅香港好多年咧，就買一條貼啊，一條插帶啊，唱片啊，就從深圳香港呢邊深圳帶入啲總結。啊。深圳有條街係咩中英街啊？啊。一條街啊，中英街入邊咧總結，入邊係影嘅中英街。啊。啊，出嚟呢邊香港啊。啊。啊，香港都出嚟呢邊總結。香港好多人買個唱片啊，呢啲總結啊。哦，所以呢條歌嗬，見到睇總結都係咧有好多客家人啲咯，應該係咯，有冇？見到總結流行嘅客家人係有料。啊，乜雞歌啊？係個總結就佔咗土地，係咩華地？啊，佢唱嘅首歌，客家人係有料，塞骨來真劍條。你後彈後流行，哇！你唱2句啫喎，你好意思嘛喎？啊！你冇唱2句啫，唱多2句嘛？而家6300元嗰啲，一條歌乜雞歌名，即係講多拜頂係以前嚟聽，阿爸真係掂條牛肉，一條歌紅。客家人先有料啊！你覺得客家人乜拉邊有料法啊？其實下歌啲係我一隻大聲嘛。啊！其實福建人有料。海南有料，廣府人都有料咧。啊！偏偏阿徒弟講孫曉嘛。啊！客家人係有料，其實福建人係有料有啲啊嘛。啊！係嘛？廣府人係有料。咁樣冇想講咧，今日啊，我哋唱咧客家人喺現場嚇。我講下啲要料都冇㗎，咁大下啲，你好啊！最重要咧係一個嘅客家人咧，就其實全部都後切入後梯房嘅，啊，冇轉彎啊，轉來轉去啊，切嘅，咁樣咧就因為咁樣，大家就個容易講話啦，係嘛？做朋友一啲話啊，咁樣講開更多咯，不如我哋來唱條阿婆咪含菜啊冇？哇！
我同意，我穿咗下啊，我同意合倉啦，我同意合倉啦，啊嘛，我同意合倉啦，啊，2聲咩啩？點得？冇聲啊？點得？看住得。OK，一個聲咧，張聲因為有卡言咧，所以咧就 short 一啲 ，OK， 見到我哋進來一啲，冇相干。虛驚一場，咁後開心睇家行喺踩輕床嘅，睇家行喺踩輕床，聽落阿婆咩含菜咧，戰咧嚇到啲啊！講戰啊，一啲一個 WiFi 要問題冇，所以坤戰咧好似要多少要問題啊？因為太多人用我哋啊，OK， 見到咧要集進阿收連過來 ，OK， 集進而進來，因為我哋就直播咧就過隨先啦字冇一條喺線路剪後茶，OK， 好，我進來一啲，好多地方啊線路都後茶冇叫乜呀？來啦喂！來啦，左地一啲，OK， 左地一啲，進來一啲，左邊，OK， 嚇到好多人照晒起啲咯。等4年黑仔吞，哎呀，冇相干，見到行啲好多人，我哋就衝兩條過變態架湯，一條過就係嗰前裝修年嘅作品，喊個阿婆賣鹹菜來咯喎，來啦喂，愛買隻來，要睇就要試就打呢就也要啲酸椒，還要甜骨椒。有牙椒、紅毛椒、番薯椒，呢度阿叔頭前來家椒，愛買熱超來，睇古見前生菜，黃瓜係閩台，劍馬輪爆菜，米五啊地菜，挑牙柳陳菜，阿妹遇上愛，邀請試洋菜，一棟古鹽味，喂，阿婆買鹹菜，你睇邊兒贈聲每拜聽客家歌咧，講真好開心咩？因為自家一個語言嘛，亦好最重要係一個創一個言啊，佢創到係冇，要多少搞笑咁樣啊，要多少詼諧咁樣啊。咁到底啊，創客家歌啊，其實愛注意乜嘅東西，係啊，我教子係冇，嚟邊爭做啲創到後聽嘅客家歌。唔咩講衝到後生，本身客家人，然後講客家話，而己係你咪衝，而己係你咪衝，就係很簡單咯。咩你愛一生愛粗啲，你愛要嗰條魚氣，魚氣啊點乜講過中氣啊，咩要烈啊，魚翅啊，魚翅，魚翅要夾過都要強送嘅意思咯。你慢過啊，就放大啲樣咯。咁樣如果中意唱，你要開歌，你慢歌，你要唱歌客家慢歌嘛？有咩？你冇計藝啊？因為藝戰喺後受接觸客家歌。一個咩？因為Q 年呢度年，係冇？咁樣藝都冇理人件事。以前藝要聽歌受。阿爸要放啲客家歌咁樣啊，咁樣咩？因為人就行動趕之藝做人就客家切播係冇，講之藝都冇研究係依聽嗰啲東西。咁聽下你都覺得其實其中要嘅本事妹頭才會嘅，所以講慢歌嚟講，暫時藝都唔知道要乜嘅客家慢歌啦，要乜嘅客家慢歌啊。今年要介紹咁多關水啊，關水啊，一杯酒。一滴淚，乾醉㗎，乾醉唔係通係乾醉啊？冇喎，你喺攞嚟唱慢歌，你咪係慢歌來，不過你攞嚟唱客家版本。而家叫乾醉，即係我哋歌壇咧作曲法咧，范君虎，劉樂偉嘅首歌好流行啊！你有唱？你冇聽過啊？冇喎，你有唱冇？你咩一點二唱嚟聽啊？睇你衝咧，一首歌驗多咗少喎？你驗啦，兩個同意驗。唔好幫佢打廣告，結變女二毛。驗。其實係師兄淨係打廣告咧，出口嘅。
我而家推隨時挺身接受挑戰，堂堂男子漢你係得嘅，你成功咗，稱得你係男子漢。講咩？對你嘅。而家此時係咩？你要拍廣告嘅係嘛？一個興兒來啊！啊，嚟衝，而衝嘅。用當日出口到廣告。哦，一隻延咩兒啦。啊，咩？係冇拍廣告。哦。係一衝啊！咬黐要多少煙箱啊？咬黐要多少？尤其是啊，美露你知道？美露對你的確美妙和美露，哇！簡單馬來西亞啲都係嚟衝。喂，今晚一號。而家一條喪價錢呢？喪啊，後喪啊！冇當當然要幫佢哋打一支廣告就錢呢開始嘛。冇講銀多，真正講一條蚊過啊！關注啊！啊，嚟啦！閃口笑，淚見了，危上鹽醉，世間多幾杯，賭後也。唔言悔，愛將來自家乾醉。濃濃照見端杜茅梅，黑煙嘅片片飄水，年年都送送了上對，貿然嘅感恩相配，愛相追，愛相追，加多10杯，見端杜5000。一條歌，然後去衝到 tap pad 要感覺嗰啲，係咩嘢？讓演奏卡嘅啦。係喎，而拜拜要飲醉嘅嚇。係咩飲？唔有飲醉，係終於飲酒。啊！一到差唔多9點開始，係咗。嗰啲阿哥開後邊都行咯，吃東來啊！吃東來啊，5鹽5頂啊！啊，5鹽有衰啊？點啊？而家講我2鹽行要去衝過喎啊！衝過去叫去，喺冇叫去嘅，只唔算衝過。嘿，咁樣。因為嗰啲仲慘，冇聽住嘅，咁就行咯。咩？但係你那邊？保持一個氣啊，要去行山啊、跑步啊咁樣。冇行山冇啦。冇啊。要去跑慢步啦 ，stadium 啊。啊，要啦。見到咁嘅咯，見到管制，咁就出去咯。我想講啦，抽卡攞杯照啦，我照幾識看，咩電影兒照啊好多咯。啊。都卡點樣行嚟行去啊，爬樓梯啊，落樓梯、爬樓梯、落樓梯咁咯。啊。咁樣其實。啱啱一條歌啊，我聽你唱之前呢，輕易喺乜嘅情況底下寫出來嘅，覺得好似後用嘅一個妹頭才落杯啊。如果咧少過，真係一條拉關追啦。關追啊？2年前咯。應該。要發生乜嘅事情？咩？佢度嗰流行嘅啲貴客家咯。我唱緊用嘅。佢度嗰流行嗰個啲貴客家啊嘛。啊。都後品啦喎，其實見到近多演唱會啊，同大家講啊，就係因為少年歌其實都真係好 in 啊，又好 young 啊，點啊？而家其實 YouTube 會咧 YouTube 啊，要幾自家嘅 YouTube 頻道嘅喎，所以YouTube 頻道。歌神張少林啊，你要打歌神張少林哦。啊，歌神張少林。你冇打張少林，張少林係冒牌哦。啊，54歌神張少林。你就點訂閱support 好多歌啊！有一個歌神張少林嗰位，見到幾多個 fans 一位啊？將軍8000喎！將軍8000，你看哦，將軍8000呢就歌神張少林咧，就係尊重嘅啊！咁樣有啲一訂閱，佢都做咗一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啊。Gary 嘅專程官方頻道，我會後售東西係冇外方買東西中意。不過大家都歡迎 subscribe 一支啦，啊，支持下子咯，啊，對啦，啊，支持下子。其實都冇工作冇歌唱，所以 YouTube 咧係要撐到3-4條成要啦。阿國寶啊！你冇咁搞笑啊！平時出去創一支電台啊，咁樣啦，都撐好多咗嚟咯。
電台3、5千要，今日你咪食條電台要順道你，拜山都只出去啊！要順道你都冇相干咯，要屋要田，慢慢滅咯，多吃3飯啊！慢慢就滅一就一個要咁樣而係咩福州人啊，咩嘅客家人，而係咩福州人聽下土地友誼，友誼嘅土地啊，冇錯。哇！你都要好多土地，你都好多土地啊，啫喎，咁樣。有好多土地友誼啊，謝玲玲啊，黃曉峰啊，華迪啊，咁樣而客家人咧，我哋款好多派嘛，而屬於啱唔派埋喺徽州嘛。徽州淡水，而係淡水。咩係徽州？喺徽州後泰嘛，要分淡水啊，要分長江啊。哦，咁樣係唔啲咯，係親啲都係徽州人啫。原來係要分人多，係真係唔啲得啊！咁要進嗰啲總嘅同山會貪錢嘛？要啊！做咗20幾倍喎，就貪水好出名，幾多貪水嚟？誒，同我啲一樣喎，阿爸講一樣喎。貪水嘿！哇，徽州貪水。豬奶啊！約同樣一個金邦喺邊喎？你好。如果金邦唔咩金邦，幾多貪水好犯法。哦，係啊。好多搞條梯蝦，乜搞錯啊 ？OK。貪水啊！咁又輸俾吉隆坡咯，乜啲？人哋愛同大家講啊，就因為。而冇進嗰啲貪水毛啊？係毛衣哥，毛衣哥，阿爸嘅你要進過啦。阿古講可唔可以小藝做土地啊？係咁教嘛，係暫時人問，有人用一擔量啊。咁樣然而進到依一會覺得要乜嘅特別感覺嘛啊？進到依貪水。貪水啊！貪水者全部講嘅了，非洲話咯，樣係咁講話。最後淺赤咯，每隻人都講客話。有啲冇講華語啦。都後受啦。多數講客話。多數講客話。哇！人家喺個華語啦，一個地方係都覺得好特別咯，因為後受，因為平時我啲冇乜講客家話啊嘛。親戚同屋企人講，見啦初切播咁樣講，冇乜機會講嘅所以聽人咁樣講。要機會都可以出去行下就看下字喎，係冇？我而家黃幫半啊，而客家話都講到後，係冇，真係冇。而真正要聽到係唱客家歌嘛？真正要聽到係唱嘛？冇啊，係唱一吞俾你聽一字啦，等下你俾係多少意見啊？好冇 ？OK，來，對手當歌啊！OK，一條揸公交，張醒而冇倉，捱招幫你倉啊！幫你倉可以OK， 捱從前唔咩搞笑，愛買揸公交，愛買到錢嘅最少，3千萬上廁所屙毒尿，1年上1萬變富豪。買下揸公交，係那阿叔老阿嫂，寫半程餐照一嚿，後腳趁11咩搞笑？去買揸公交，冇話阿叔茶太泡，11家餐湯下就好，出腳去了要買股票，200萬個月裝荷包。來未咗。冇想講咧，切針講，拜每拜倉嗰啲人都覺得係咩後見咗紅，有啲後唔好意思啊，前啲後唔好意思啊，那邊有倉過嘛，娛樂嘛，你啦指導一字嚟講一字，有冇喺地方愛改進一字？改進係有個應借愛換多少然後照雕啦，又照煙咯。睇你忙嘅關嘢啦。忙嘅關嘢啦。喺忙嘅關嘢，都咩種阿格過煙一個妹頭妖嘛，妹頭叫妹頭嘛。係要行行妹頭要。咩啊？可以再加啲乜雞東西嘛？最後要音樂配換而唱咯。近種更輕咯，見到我哋做緊種直播已經。
很了不起哦，呢啲咯。下擺係講前創啊，好行完啊，前創好難創咧。啊，就一看叫唔叫實力啊，實力啊，唔咩咁樣講啊？客家話呢邊講啊，實力。實力派啊，實力啦。哦，實力啦，係咯，實力派。時間都懷疑受啊！客家話要料咯，都講啊。我估見佢講啊，客家話唔標準。啊，我估見講啊嘅客家話唔標準，其實真係唔標準嘅。要收講啊，你有咩後準咧？人唔準啊，叫佢跌落跌咯，還後動人一份時間拍款開試言要就黎水妹啊，黎水妹應該對70年代先是下一個嘅嘛。要喺78年寫，要78年寫，79年，79年。我記得嗰陣時咧，嗰度客家妹啊，都係做泥水嘅嘛，後代係冇啊，所以而真要近咗一年咁時間條歌係嘛。一首歌啊，嚟上去啦，人家都以為係客家歌喎，連配合知識唔咩喎，其實繁語歌嚟啊。睇你問我幾多日，嗰啲乜嘢反而都唔掂，係咪？好多唔掂啊！其實我哋講係50年代啊，月下對口啊，月下嚴俊跟林黛合唱嘅。哦，有咁樣嘅事情？一把你知道啊，天上的明月光照在那窗兒外。水邊嘅泥水妹，隻隻啊抌杯來，就把知道。月下對口啊，月下對口啊，應該啲啦。不過有條歌，你唱多少咩字就好似鹹濕歌嚟，你記得？冇錯，以前啲鹹濕歌都泥水流唱嘅。嚇，真係有嘅啊！以前啊，因為佢好似一撩妹仔撩科士嘅歌啊嘛。撩妹仔啊，撩妹仔啊！咁樣之前戰呢後隊員用緊條歌係撩妹仔咩？冇錯啦，嗰個太粗啊，有啲咁衝啊！冇，我會屌 fans 唔到。誒，咁衝去湯鎮嘅條泥水妹嚟咯，而唱歌要咩？啊！喂，泥水妹，日日抌火嚟咯！對面嘅泥水妹，日日啦抌火來，阿哥吸盡阿妹來放，舊舊嘅木架又劇歡爽，熱晒來了汗，日條啊茅上角，識結束了啊佢都唔曉抗，泥水妹氣後浪。喂，國泥水妹氣後浪。好呀，人哋要做尊重嘅客家歌詞，唱到一隻妹頭哦，就是人前咧唔同嘅，係唱嗰時好似幼稚園咧，啲人唱嗰啲，係陳建義要唱歌，唱嗰啲全部笑到趴晒喂，我覺得好笑。咁而呢個近多地方表演唱歌啦。而覺得拉威嘅地方嘅人啊，最熱情而最中意嘅。在沙巴好多客家人。係喎，我唔做客家節目，唔知道客家要咩沙巴要近多客家人你轉得好厲害。人妖嘅啲咧變熱情法咧？熱情到啊！熱情到連電視台包括新聞喺度鋪上都係講客話嚟講，正後呢個後流行客家話，所以一前到啊，嗱呢首條就錯啦，阿收我結束啦，沙巴，嚟，先做少女，切就錯做少成。哇！咁樣嘅啲都真係後乜嘢？後碰撞啊！後一前，阿收我見到一啲係冇，我請人出去驗照。哇！喺度翻 Q 啊，應咁排落去。如果一前哦，咁樣而唔有肥嗰種咩？最近肥咗1幾咯。冇喎，我看過阿少年個展言啊，冇乜肚腩嘅，冇乜肥嘅。如果講佢都要二碼子肘子啊，講真應該歲數保持得好啲喎。哦。
嚟少少地講下杜林，睇佢一出，因為人14日啊，係啊，本來35出咧，啊36出啊，冇想講啦，整1寸啫，瘦瘦啫，冇想講咧，低達個14落去37，不得了啊！猜，哦，我估喺面氣空先來看啦啫喎，氣空先啊，有看一圖藍，有看一圖藍，啊，有看一圖藍啊，你今天邊個你看的啊？唔數啦，哇，今天邊個你看咯 ？OK， 啊，大家都係38年啊，要38年才會啊，客家人睇我哋後錢尺，真係後錢尺，啊，真係啊。講下擺這38年，你看到少年哥咧啊，就提到我那邊樣做咯。咁你在家鄉嗰位一啲人有緊一錢冇？家鄉係講一錢咯，就會啊，應該全部一個客啊。啊，應該全部人都識你咯。啊，依度咧會8年咯。啊，全部識嚟咯。啊。咁樣你出道咁多年啊，你最覺得最難忘嘅係幾多年嘅時候，覺得自家嘅一個成績但最滿意啊？其實啊，每做一樣嘅東西啊，自家要信心啊，先去做嘅，所以每一樣產品啊、唱片啊、效果啊。係都覺得滿意，因為係自己想嘛。啊，呢個唔滿意係唔敢想啊嘛。啊哈，要自信。啊哈，我覺得人隻歌先啊，好似冇變過係嘛？從以前到現啊，好似看而見啦，你做一條 YouTube 一條 video 啊，有嘅一個搞笑，喺攞有一個自信啊，有一個搞笑啲啊，其實都係行喺踩一位嘅啊。冇變咧，應該都有嘅一個做人嘅態度同諗法係嘛？就係講娛樂大眾啊，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啊，係嘛？啊，咁樣，而家開心變得更加開心，係嘛？當然係有幾好。我有嘅朋友係嘛，講白天兒樂隊還有在玩嘛？哦。玩是有玩，完蛋了，啊！只會記得而家啊，打主音那個吉他主音那個去年去世了，打貝斯那個前年去世了，打鼓那個5年前去世了，另外一個是中了，另外一個現在變得很厲害，剩下我在這裏做直播。哎呦，所以講人生就是這樣。你其實你到人個歲數啊，看到呢啲東西啊，起碼有冇覺得係好似有好多咁笑咁樣啊，好感嘆咁樣啊？雖然我看得開咯，點亦唔點明意思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但係飲酒嘅香港啦，而冇飲酒嚇，唔知咁講。其實做人啊，好嘅，係嘛？尤其是按樣嘅前言啊，佢樣嘢教幹啊，億萬富翁啊，反腐種族啊，大家都唔知道乜嘢又廿多係嗰邊，係嘛？所以 stay at home，唔好出去。就係正能量來啦，正能量嘅啫，真係人生無常，係啊，人生無常啊。尤其是喺講呢度人嘅歲數嚟講啊，見到我哋都有享受人生啫嘛。但係你要唔同喎，你行喺拍東西，行喺唱歌啊，你都冇講唔做啦，你退休啦，點乜解啊？人哋係我嘅嗜好同埋專業嚟嘛。嗱，如果按樣嘅年價，按樣嘅收財法，係做嘅唔可以用，係嘛？係要冇接班人。所以靠埋見啦，低生存人啦，下咗啲東西掉落嚟。
人生有幾多個10年？咁啊，係曾經唱過一首歌啊，係記得唱一唱嘅你聽。好啊，來啊，嚟啊，人生有幾多個10年？何必愛埋怨？而夢想愛實現，心中嘅理想有希望一天，舉起在眼前。一生中艱苦努力，偏偏看跑得討厭。人生有幾多少10年？失敗唔做你眼前，想辦法改善目前。人瘋瘋癲癲，關於有一年，前方路遠，愛的苦磨練，珍惜眼前，有算他有講10年。賞酒一杯，賞酒一杯，來，係緊你一齊飲，係飲拍照啊！飲拍照，好啊！哇，你進餐都差唔多一個小時喎。係啊，今日一有朋友咧，大家真係好支持，因為到今啊，我哋都係咧要5600個人咁樣左右才會看，才會聽。咁樣梗係因為而今日更難得同我哋分享啊，日嘅歌啊，日嘅作業咧。方式啊，係覺得人就係好難得嘅東西咧。咁係見到成滿而就7條答應咯，所以而冇叻媽子就7條答應啦子啊。係啊，上啲答應忘記咗喎。喎，睇咁啲啊，真係係8點25分啊，打電話俾收廉哥，佢講：係看你電視機喎，我講咩啊？點解我切播啲喎？後菜機都 OK，然後 steady 啊，然後叫 steady 啊，倉叫嘅哦，叫咩？然後接落來，喺講歌嗰啲人就以前啊，人就偏多冇啲歌晒啲啦。你最想做乜嘢東西？最想做乜嘢啊？最想做乜嘢東西？最想去剪髮啊！陰陽髮啊，拍晒啊！喺我見到全部人買染髮霜，要買唔到嘅啦。要上到去，開始拍好多啊！叫翻結廠啊！最想做呢件事，咩先冇問題啊！小可以剪髮，仲要咧，係啲講醫咧會撩啊！你乜雞東西啊？冇啊！冇，暫時唔敢醫療，係啊，哎呀，如果買地方冇料過，在吉隆坡，馬來西亞人講咩出腳啊？你乜雞啊？出腳行過暫時都唔敢出腳，唉，咁樣天意唔敢，天意咧缺少資金，缺少資金，後面咧些你太翻啦，因為咧你出腳。係嘛？人哋收廉過都真係好辦喺講笑啊！咩講笑啊？錯失生病啊！所以要做就要冇做就錯失生病啊！聽到咯冇？所以今晚咧，因為收廉過最後要依起啊，培養我哋成粒鐘啊，唔該人哋真係可以 YouTube 去支持下自己啊！至少要 subscribe 啊，subscribe 一位啊，看到自己啲 video 啊，佢會真係好多個，即係講擺喺果前裝修年果前裝修年 ，OK， 咁樣多請熱線落嚟咯，多請熱台打廣告。咩咁樣要近 friend 啊，7條就來嘅冇，咁樣講嘅嘛，最重要見到有個時候啊，睇下財務卡都真係好食。喺個唔可以做切播啊，捱唔起兒同埋見下隻計見粒鐘啊，而且我睇看啲自己看下時間都忙咯，都衰木咯，係冇，都係好食嘛。咁見下近多人啊，10點半啊，咁至少
至少見啦，睇架車會陪一隻睇架，一時間都後腳過，面就已經 T15 啊，係冇？咁差唔多啦，我風唔照啦，最好做唔到你，再衝到一條路巴邊睇架攤下子，路巴，一條魚，一條魚，有求必應啊！喺我啊同個藝做客家直播之前，全部見同嚟講，而創路巴啦、演製歌啦、阿婆媽含出啦。我之前係唔有創嘅，我最會全部人，我就潛歌詞、聽日嘅歌，然後就學啊。你過13月啦，我就覺得搞咗唔同東西，唱演唱來，咁樣大家都開心咯啊！你冇來啦？也是路巴，迄個天意教風嘅客家歌嚟。天意教風，阿婆買鹹菜落來啲路巴。嗰條歌好似幾多年前嗰啲條歌，都接近30年啦。要30年？20幾年。哦，20幾年啦，20幾年係咯，20幾年。一個咩啊？999朵玫瑰嘛嘅一個。冇錯。來啦！來啦，馬來西亞講嘅人多天差，摩多拜要多。路上人也插腳叉，大家小心，你是來自天差，行得慢愛太放，遠一下。明明好小事咳怕，偏偏又打到落牙。其實他的係冇嘅果子啊！冇識講咩？條條打唔得自己。馬大了，世界上有多種惡人路巴。風機說話，冇來當路巴，嚟前會吊銷啊！路上人也是腳爬，大家小心，你是來自天差，行得慢也到屋卡，遠一下，人，從頭再人。謝謝，今天。Okay. 講真啊，一個路巴呢條歌其都好有意思，人家幾乎喺全部條歌啊，都要一個意思才會嚇。喺講研究唔得打就冇做冇同佢惡咯，冇做路巴咯啊！有時看到同佢吵係冇，竟然要就。嗰個電鐵先咧，人喺度冇錯。啊，竟然看到隻新聞要就語言咩馬打咩，講佢哋 block 啊，搞到 set 差，搞到 set 差啊馬打。唉，睇架貓近，我睇掉自家 man 啊，好潮樣啊，係嘛？香港嘢愛罰款1000條係啊，可憐咯，坐監都要可憐咯，哎呀，而家出於向天咧要後到 block 佢哋嘅，所以某啲事情就冇出於，除非人自己做工啫，其中而家都係做工嘛，係冇？所以都睇架愛現樣啊，就攞最後先條嗰啲路吧啊。連事可能就變咗打咯啊！最好係要乜嘢富裕啊，自太監嘛啊！點解啊？今天後禁車二，禁車全部客家人來看人家直播，真係後禁車啊！好啦，我睇下，點解到此為止？緊咗啲啊！阿賢，你話咩人乜嘢富裕啊？字啊！富裕即係講太監。用下子咯，一個14月都卡，係嘛？一個小店講嚟講去講，啲曉低曉州啊，多些少啊，啲人咯，冇去串門咯。有朋友來簽義冇？啊，啲如簽冇啦，你咪咁耐，有都唔敢講。OK， 啊，係咯，大家聽到好。見到最近有嘅衰木出看啊，都有幫助嘅價嚟講，之後係啦，多車咁樣大家今天可以 YouTube 支持下我哋改善裝修廉咁樣偷收廉價收廉價講啦寮仔屋卡，大家安全健康收廉價都係咁樣OK 好啦唔該晒，點解到此為止 OK， 謝謝你。唔該晒，收廉哥。OK， 拜拜。OK， 好啦，今晚有人就客家直播咧，
就到人位啦，我哋做1粒鐘啊，做1粒鐘。嗰種咁用心做隻直播咧，當然係希望大家留喺屋企，冇到處依照啊，咁樣多人家來看啊，咁樣大家就個用心在依做咯，係冇？啊，叫乜呀？真係好開心咩 ？OK， 亦看到大家係喺鬥緊呀。喺講下擺做直播有更多人看藝咧，係個開心嘛。所以今日一看到更多人咧，下班嚟做直播多嚟看點嘛。我真係看到收斂過來，然後下班冇開藝啊，咩藝倉火啊，OK，咩藝交災啊，嚇。好啦，今日呀就到人位啦，大家都開啲啦。咁然之後喺講要直播之，我哋再見啦。OK，拜拜。